好，来继续要看新冠病毒的疫情是毋是看到曙光咯？美国股市昨收盘大起，道琼指数飙升1627点，带动台北股市再起一个开盘，一度来起破到1万点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上尾也是起177点，以9996点来收盘。电子股一个出声，台股向前冲，早盘有起200点，重回1万点。后来呢，伫中昼的时，差不多是9900几点伫徘徊。台积电、鸿海甲和盛拢开红盘，金融股嘛是拢红杠杠。那么整个疫情当然还是持续要观察啊，但是市场开始松一口气，包括美股大幅的反弹，台股这边当然顺势跟着上涨。美国疫情有较回，好投资人对股市有信心。美国道琼指数伫昨个时收盘是起1627点，台股嘛受到各类之前外界烦恼讲中国的疫情影响到供应链，鸿海3月份营收一个月增加6成，到3476亿。台入讲是54亿，这是4个月以来新高点，表示中国港流复港的情形真好。接近前一波比较接近的一个缺口是在10200点了，跌升反弹之后，还是有可能会开始出现震荡。随着疫情的变化，这样投资人会比较敢买吗？是心理上有这样一个感触了。股市有真济利多，不过寿险业就无共款啊。全世界主要股市头一季败2成，对寿险业来讲，伊的净利影响至少有6000亿。提醒投资人投资股票嘛，爱真谨慎。